茄子蒸熟扮蟹肉，食味升呢。茄子即係矮瓜，外表好平凡，但係打扮起嚟都可以出得廳堂。呢道凌風脆碟就係譚師傅特別設計嘅。咁凌風脆碟嘅材料呢，有茄子啊，有西蘭花，有蝦膠，會配搭成一個凌風脆碟嘅菜式。咁而家我先做咗個茄子先，將其中一條茄子去定切片，搽上生粉，釀上蝦膠。嗱，咁我就而家落鑊炸啦。嗱，打個茄子啦。喺炸好嘅茄子上邊撒上椒鹽備用，將另一條茄子去定，直切成4份。隔水以大火蒸10分鐘至腍身，去皮，用手將茄肉撕成幼條，扮成蟹肉絲。西蘭花洗淨切好，加鹽飛水，再炒一炒。將西蘭花放喺碟中間，上邊放上蒸茄子絲，茄子釀蝦膠排喺碟邊，再淋上師傅秘製嘅紅油炒手汁。呢碟香口又帶點辣味嘅凌風脆碟就大功告成啦！